網絡無所不在，風險亦如影隨形。漏洞、入侵、竊取、攻擊，隨時可能衝擊系統，外泄資訊，影響秩序。資訊網絡係現代社會嘅神經中樞，冇網絡安全就冇數據安全，更加冇發展安全。築牢網絡安全屏障，需要嚴密防護、即時監測、快速響應、全程審計。從邊界防禦到內網管控，從數據加密到應急處置，每一項都必須萬無一失。網絡安全人人有責，防線穩固先能夠安心發展。守好網絡關，護好資訊安全，築牢數位長城。